出街食飯，最緊要係食得開心，食得安樂。但係你又有冇想象過，一間喺灣仔開咗超過45年嘅老字號豉油西餐，竟然會推出一個令人完全摸不着頭腦嘅新條例，限時20分鐘食完一餐西餐。冇錯，你冇聽錯，真係20分鐘。消息一出，成個網絡即刻炸開咗喎，有食客喺網上發文直言，去呢間餐廳食飯簡直好似餵狗一樣。伙計趕客好似趕鬼咁，貼錢買難受。正當全城網民一邊倒咁痛罵呢間老字號，揚言要將佢頂爛市，甚至由佢執笠嘅時候，呢間鋪頭嗰位64歲嘅老字號老闆竟然親自現身接受訪問，仲喺鏡頭面前流晒眼淚咁喊冤，話自己先係真正嘅受害者，背後仲揭開咗一個令人目瞪口呆嘅驚人內幕。到底呢場20分鐘西餐風波嘅背後，係老字號賺錢賺到喪失良心，將食客當成冇尊嚴嘅揾食工具，定係背後另有隱情，隱藏住香港餐飲業步入2026年代之後最殘酷、最無奈嘅生存悲歌？今日我就同大家由頭到尾抽絲剝繭咁拆解呢一場震驚全港飲食界嘅公審羅生門事件。整件事嘅起因源於一個喺本地著名社交平台飲食黑店關注組入面嘅長篇投訴貼文。發帖嘅樓主自稱係一名土生土長嘅灣仔街坊，由細到大都幫襯開呢間位於灣仔港鐵站附近有住45年歷史嘅懷舊西餐廳。呢間餐廳最出名嘅就係佢哋嘅鐵板牛扒、羅宋湯同埋烘得香脆嘅蒜蓉包，可以話承載咗2、3代灣仔人嘅乍哺回憶。樓主話，當日係星期日嘅下晝1點鐘，正值午市最繁忙嘅黃金時間。佢同女朋友2個人入去坐低，滿心期待咁點咗2個招牌嘅鐵板神戶牛柳餐，加埋2碗羅宋湯同埋2杯凍丹丹，合共消費咗接近300港元。點知當佢哋興高采烈咁等緊嘢食嘅時候，一件令佢哋極度憤怒嘅事發生咗。伙計放低2碗羅宋湯嘅時候，竟然順手喺台面放低咗一張手寫嘅臨時單據，上面用原子筆清清楚楚大大字寫住一個時間。樓主當時覺得奇怪，就問個伙計呢個時間代表咩意思。個伙計竟然用一種非常唔耐煩、賤乎呼喝嘅語氣同佢講，老細新規定，由坐低嗰一刻開始計，限時20分鐘食完，出面大把人排緊隊，你哋食快2班啦。樓主聽完之後當場呆咗，以為自己聽錯。20分鐘食一餐豉油西餐，要知道鐵板牛扒送上嚟嘅時候，舊鐵板仲係喳喳聲咁冒緊煙、彈緊油，光是等舊鐵板稍為冷卻，唔再彈油，起碼都要用去5分鐘時間，再加上要叫巴、飲熱湯、食蒜蓉包，20分鐘點可能食得完？樓主喺貼文入面情緒非常激動咁寫道：20分鐘食鐵板扒，呢度係西餐廳定係速食店，定係入咗難民營啊？簡直係當我哋食客係狗咁威，嘢食都未吞得落，個伙計就已經好似趕鬼咁。每隔5分鐘就走過嚟望一望我哋個鐘，仲喺度收走我哋啲空碗空碟，成餐飯食到好似做賊咁，胃痛都埋嚟。呢間咁嘅灣仔老字號真係不知所謂，玩借食客，祝佢早日執笠。呢個貼文一出，唔使幾個鐘頭就吸引咗超過5000個讚好，幾千個轉發同埋過萬條留言，成個網絡嘅輿論瞬間呈現一面倒嘅趨勢，網民嘅怒火被徹底點燃，好多網民喺留言區瘋狂附和，紛紛分享自己喺呢間老字號遭遇過嘅不愉快經歷。有人話呢間嘢啲伙計不嬲都隻眼像喺頭頂度，態度差到好似我欠咗佢哋幾百萬咁，而家仲要限時20分鐘，俾錢入去買難受，真係狗都唔擺。仲有網民理性分析，去麥當勞食個快餐都唔止20分鐘啦，去西餐廳叫扒限時20分鐘，即係平均一塊扒你要喺5分鐘內吞落肚，咁樣食飯法，唔生胃癌都食到胃下垂啦！老字號大晒啊，以老賣老，更有激進嘅網民發起集體抵制行動，去各大食評網站將呢間餐廳嘅評分洗到得返1粒星，仲揚言要等全香港人都知道呢間鋪頭嘅惡行，等佢無人生意，自然淘汰。一時間，呢間45年嘅灣仔老字號成為咗全港人人喊打嘅黑店代名詞。喺好多人眼中，呢個就係典型嘅香港飲食業賺到盡，完全唔顧及食客體驗同尊嚴嘅極端例子。大家都覺得呢間餐廳憑藉自己有點名氣，就將食客當成就菜感覺，簡直係香港服務業之恥。然而，就在全程鬧爆、群情洄湧嘅第3天，事情卻迎來一個以前不到嘅驚天大扭轉。有一家本地嘅網絡媒體記者親自前往呢間位於灣仔嘅老字號餐廳進行實地採訪。本來記者係打算去興師問罪，看看這家店到底有多骯髒。但當記者行入鋪頭，見到嗰位年屆64歲、雙手因為長期乾活而布滿腦轉嘅陳老闆時，卻發現店內的氣氛異常冷清。原本大排長龍嘅門口如今變得門可羅雀，店裏面得返1、2桌熟客。面對鏡頭，
陳老闆一提到網上的傳言，竟然情緒崩潰，當場流下眼淚。他一邊用毛巾擦眼淚，一邊聲音沉抖咁喊冤：我喺灣仔做咗40幾年街坊生意，我由19歲跟爸爸喺度打雜開始，我哋由始至終都係當街坊係一家人，我點會推出咩20分鐘限時食西餐嘅規矩？我瘋咗咩？網上嗰個人講嘅嘢根本係斷章取義，完全抹黑，我先係真正嘅受害仔啊！循着陳老闆嘅痛哭訴苦，以及他主動向媒體公開當日鋪頭內部嘅閉路電視監控畫面，這場風波背後那令人震驚嘅內幕，終於一五一十咁展現在全港市民面前。原來整件事嘅真相同網上那個發帖樓主所描述嘅版本有住高達100%嘅出入。根據餐廳公開嘅當日閉路電視畫面顯示，發帖嘅樓主同佢女朋友並唔係好似佢貼文入面所講嘅1點鐘坐低，被限時20分鐘趕走。真實嘅情況係，當天中午12:05，呢兩位客人在大排長龍嘅情況下入座。入座之後，兩位客人並沒有拉卡點餐，他們一邊看手機一邊聊天。期間侍應過去催促了3次，他們都說再看看。直到中午12:35，也就是入座整整30分鐘之後，他們才點了2個午餐，菜粉在12:45全部上齊。這個時候精彩嘅地方嚟啦，兩位客人並冇立刻趁熱進食，而是拿出手機自備了小型曝光燈，開始對着兩份鐵板牛扒進行了長達20分鐘嘅瘋狂拍照同錄影。他們換了無數個角度，甚至把牛扒搬到隔壁空桌的背景去拍。等到他們拍完，真正開始動刀吃第一口牛扒嘅時候，時間已經嚟到了下午1:05。這意味着從他們12:05坐低到1:05，他們已經霸佔了這張私人台整整1個鐘頭。而這1個鐘頭裏面，他們真正用來吃東西的時間其實還沒正式開始。到了下午1:15，他們已經足足坐了1個鐘頭10分鐘。此時門外排隊等候無視嘅街坊已經有超過30人，當中不乏一些推着輪椅嘅長者和抱着嬰兒嘅媽媽。這時候，餐廳嘅老侍應看過去，發現兩位客人的牛扒其實已經吃得七七八八，兩碗湯也早就喝光了，但他們依然坐在那裡，一邊滑手機看短影片，一邊高聲大笑，完全沒有打算這樣移步嘅意思。老侍應於是走過去，非常有禮貌、客氣咁同佢哋講：先生、小姐，唔好意思啊，因為出面排隊嘅街坊實在太多，你哋由12點坐到而家都已經過咗1個多鐘頭啦，唔知可唔可以麻煩你哋幫幫忙，食埋最後呢幾口，大約20分鐘內幫我哋交翻張台出嚟呢？真係好抱歉，因為出面啲老人家等得好辛苦。冇錯，真相大白。所謂嘅限時20分鐘，根本唔係指成餐飯得20分鐘可以食，而係在客人都已經坐了1個鐘頭10分鐘，菜早就簽完嘅情況下，侍應無奈之下給予的20分鐘最後寬限移步時間。但是，這位心懷不滿嘅食客，卻故意隱瞞你自己前面霸佔座位1個多小時，瘋狂拍照打卡嘅事實。僅僅截取呢侍應最後說的那句大約20分鐘內交翻張台，然後放到網上大做文章，惡意扭曲成一坐低就限時20分鐘食完趕客，目的就是為了利用網面盲目仇視餐廳嘅心理，來達到攻神報復這家老字號嘅目的。當這個內幕和閉路電視畫面被傳媒徹底曝光之後，成個網絡輿論瞬間引發了第二次大地震。之前那些瘋狂辱罵餐廳嘅網民紛紛轉調，將矛頭直指那個發帖嘅網絡西客，大家紛紛感嘆。現在的人為了攻神，真係乜嘢大話都講得出。坐咗1個鐘頭10分鐘，仲要人哋俾多20分鐘你，加埋成個半鐘，30幾蚊一個餐，你想坐到開鋪定收鋪啊？然而，雖然真相得以水落石出，清白得以洗刷，但陳老闆卻依然高興不起來。他無奈咁同記者講：這場長達3天的網絡暴力，已經對他的鋪頭造成了無法允許嘅沉重打擊。而家啲人睇到網上一張圖、一段字就信到十足十。根本無人會去求證。呢幾日我哋鋪頭嘅電話俾人打爆，一聽電話就係人哋用粗口問候我老母，話我限時20分鐘。我哋做街坊生意做咗幾十年，從未受過咁樣嘅侮辱。雖然而家澄清咗，但商譽已經受損。呢幾日營業額跌咗超過一半，我連交租都成問題。我想問下，我哋老老實實做生意，到底做錯咗啲咩？點解而家個社會會變成咁樣？陳老闆一邊說，一邊無奈地搖頭。這場灣仔老字號20分鐘食西餐嘅風波，雖然表面上是一宗因為西客惡意抹黑而引起嘅網絡公審事件，但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得更深更遠一點，你會發現，這其實是2026年代香港餐飲業所面臨嘅集體生存困境和社會集體焦慮的一個縮影。為什麼當初網民一聽到限時20分鐘這個如此荒謬嘅謠言時，會完全不加思考，100%選擇相信，並且立刻產生如此巨大嘅憤怒呢？
這背後反映出全香港市民長期以來對香港近年飲食業服務質素下降以及極端限時文化嘅強烈不滿。在過去這幾年，隨着香港店鋪租金持續高企，人工成本不斷上漲，許多連鎖餐飲集團和茶餐廳為了維持利潤，紛紛推出了各種各樣苛刻嘅限時規矩，由最初嘅限時90分鐘，到後來的限時60分鐘，甚至有些繁忙地區嘅麵店推出限時45分鐘、30分鐘。食客每出街食飯，都好似在參加一場趕鴨子上架嘅速度比賽。一坐低，頭頂就彷彿有一個隱形嘅倒計時鬧鐘在滴答作響，侍應探頭探腦，頻頻收碟，那種無形嘅催促壓迫感，讓許多香港人在勞碌了一整天之後，連吃一餐飯都無法得到放鬆。這種長期累積嘅限時怨氣，讓網民嘅心態變得極度敏感和脆弱。所以，當那個惡意無欺嘅貼文一出現，正好刺中了大家心中的集體痛點。網民們甚至沒有去上一上鐵板油派20分鐘，怎麼可能吃得完這個基本常識？就直接將積壓已久嘅怒火全數發洩到了這家灣仔盧志豪嘅身上。這家盧志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整個香港極端餐飲限時文化嘅替罪羔羊。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陳老闆所揭示嘅內幕，亦揭開了香港中小企餐飲業在當下經營環境中最赤裸、最痛苦嘅一面。現在細香港經營一間食肆，到底有多難？首先是那高到令人喘不過氣嚟嘅天價租金。以這家位於灣仔核心地段、佔地大約1000多平方嘅盧志豪為例，陳老闆透露每個月嘅租金高達12萬港元，這意味着他每天一開門，什麼都還沒做，就要先淨賺4000港元嚟填補租金這個無底深潭。在如此高昂嘅固定成本壓力下，如果一間餐廳要生存，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妥租轉售率。如果每個客人進來都像這兩位年輕人一樣，點一份幾十蚊嘅下午茶或者100多元嘅午餐，然後坐在那裏瘋狂拍照、滑手機、聊天坐足2個鐘頭，那麼這家店等待着的就只有一條路，宣告破產、結業執笠。其次是迫在眉睫嘅人手短缺問題。現時香港餐飲業面臨嚴重的有工無人做嘅局面，好多年輕人寧願去送外賣做自由職業，也不願意進廚房洗碗或者在樓面捧餐。陳老闆說，他開出22000港元一個月去請一個全職樓面侍應，請了3個月都請不到人。現有的員工多數是跟隨他多年的老街坊、老員工，年齡普遍都在50歲到60歲以上。這些老員工每天要連續站立工作10個鐘頭，面對如潮水般湧入嘅客人，體力和精神都已經達到了極限。在這種極度高壓、人手不足嘅工作環境下，你又如何能苛求每一位老員工在面對霸佔座位、只顧拍照嘅客人時，依然能時刻保持着如馬星級酒店般完美溫柔嘅笑容和服務態度呢？一邊是追求舒適、高性價比、希望放鬆身心嘅食客，另一邊是面對租金重壓、人手短缺，不提高翻台率就無法生存嘅老店老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今時今日嘅香港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幾乎無法調和嘅結構性死結。更讓人感到悲哀和警惕的是，這場風波中所展現出來的當前網絡時代極具殺傷力嘅公審文化。在2016年的今天，智能手機和社交平台高度普及，每一個人只要手持一部手機，坐在鍵盤後面，就彷彿擁有了一把可以隨意宣判他人死刑嘅道德尚方寶劍。網絡公審原本其初衷是為了讓弱勢嘅消費者在面對無良大商家時，能有一個發聲維權嘅管道，這本是一件進步嘅事。但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權利開始被一些心術不正、極度自私嘅人所濫用。現在只要某些客人在鋪頭裏面遇到一丁點不順心，或者自己嘅無理要求，例如想坐中2個鐘頭，或者想要免費優惠，得不到滿足時，他們不會選擇當面同店家理性溝通，而是習慣性地偷偷拿起手機，拍下店員的一個眼神、一句語氣不好的話，然後回家在電腦前添油加醋，顛倒氣飛，寫出一篇極具煽動性嘅罵鄉文章，放到網上引導網民進行集體網絡欺凌。在這種有圖有真相嘅網絡生態下，一個創立歷45年、養活你無數個家庭、陪伴你無數灣仔人成長嘅老字號品牌，只需由一個自私食客花費10分鐘寫出嚟嘅一篇風言，就可以在短短3天內被徹底摧毀。這種網絡叛軍嘅威風如果繼續蔓延下去，最終受害的絕對不會僅僅是陳老闆一個人。當所有的老字號小店都因為害怕被公審而變得戰戰，當所有熱情嘅餐飲從業者都因為心寒而選擇離開這個行業，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在香港的街頭，將再也找不到那些充滿人情味、充滿煙火氣嘅懷舊豉油西餐，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冷冰冰、千篇一律嘅大型連鎖集團和機器人外賣店。那樣的香港，真的是我們想要見到的嗎？幸好
在這場風波的最後，正義雖然遲到，但總算沒有缺席。在媒體公開了澄清畫面之後，有許多原本被誤墮嘅街坊網民紛紛自發性地在群組發起還陳老闆一個公道嘅行動。就在昨天和今天，那家位於灣仔嘅老地方西餐廳門口再次出現了久違嘅長長嘅排隊人龍。許多灣仔嘅老街坊，甚至遠從屯門、元朗特意坐車過嚟嘅市民，紛紛用行動來支持這家險些被網絡謠言害死嘅老鋪。他們入去坐低，點一克熱騰騰、吱吱作響嘅鐵板牛扒，喝一碗酸辣開胃嘅羅宋湯。吃完之後，大家都非常有默契地，只各在45分鐘之內埋單起身。臨走前，還不忘對櫃台嘅陳老闆大聲喊一句：陳生加油啊，支持你，撐住啊！見到這一幕，陳老闆那緊鎖了幾天的眉頭，終於露出了一絲鮮慰嘅笑容。這場鬧得沸沸揚揚嘅20分鐘西餐羅生門，總算是有了一個溫暖人心嘅結局。它讓我們看到了網絡謠言那可怕、早已毀人一生嘅毀滅性力量，但同時，它最終也讓我們看到了香港人心中那份辨位識咩、辨明是非嘅正義感，以及那份珍貴濃厚嘅本土人情味。出街食飯，多一份設身處地嘅包容，少一份吹毛求疵嘅哈哈，多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一想，店家多體諒一下食客尋找舒適嘅心情，食客也多體諒一下小店在天價租金下生存嘅艱難。只有這樣，香港那獨一無二、引以為傲嘅飲食文化，才能在這個充滿挑戰嘅時代裏面，繼續一代一代健康有人情味咁傳承下去。